2月11日中午，經濟金融學會喺開心公園舉辦咗一個名為4黨雄辯財政案嘅研討會，邀請咗4位唔同黨派嘅議員出席，就即將公布嘅財政預算案進行討論。當中包括民建聯嘅李慧瓊議員、民主黨嘅劉慧卿議員、工聯會嘅黃國興議員，同埋職工盟嘅李卓人議員。就冇飯開，唔認自己派糖嘅。4位議員喺活動中提出多項社會問題，包括樓價高企、失業問題同埋貧富懸殊。咁我哋民主黨呢，其中好關心有樣嘢，頭先李慧瓊議員都講嘅，就係呢個貧富懸殊嘅問題，係自從97之後呢，係越嚟越犀利喎，窮嘅人係越嚟越多喎。而家我哋講緊係130萬人，我哋得700萬人，130萬人係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喎。喂，點解成家人4個人就住喺300幾尺嘅屋？你公屋又好，私人樓又好，細到咁緊要，但係有啲人就肥到一襪都着唔到嘅咧。你而家話發展6項優勢產業，咁究竟創造幾多嘅新創業機會呢？有幾多個新嘅就業機會呢？始終答唔出。嗱，呢個就正係嗰個問題啦。咁咪政府從何可以話到俾我哋聽係有決心嚟去解決嗰個結構性嘅失業問題呢？如果結構性嘅失業問題冇解決，咁頭先我哋開頭講嗰個貧富差距就點樣拉近呢？就係其實而李卓人議員就批評現行嘅大市場小政府理念，認為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改善民生。咁乜嘢叫大市場小政府呢？就係嗰個你個財政開支、政府開支佔個 GDP 嘅百分比。咁而家大約佔嘅百分比呢係唔夠20% 嘅。其實而家好多地方為咗救市呢，已經個大市場係即係個政府嘅開支去到50%。香港而家講緊20% 都唔夠，點解唔可以做多啲長遠開支？我哋公民呢就要求一鋪過要增加160億。活動負責人表示，今次活動嘅目的係為咗提高同學對財政預算案嘅興趣，同時亦都係財政預算案論壇嘅前奏活動。而今年嘅財政預算案論壇亦將會改喺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今年就覺得希望更加多嘅公眾人士就可以受惠到聽到啦，咁所以我哋就去咗伊利沙伯體育館嗰度舉行嘅，咁就希望除咗係康於學生之外，咁就會有更加多出邊嘅公眾人士，咁譬如話係一啲已經上咗年紀嘅人啦，又或者係中學生啦，即係希望係唔同年齡嘅人都會係可以聽到咯。校園電視記者周露達報導。